伫台中大道樱花街迄块地啊，工作人员透早去厝填到一个药啊，毋过却是去互规定的虎头蜂攻击，有5个人去互定着，一个人出现过敏的现象。家在送病院了后是无啥要紧，所以来会请农业局把这个蜂收刷互走。 监视器翕到工作人员虎头蜂攻击，为空地走到大路上。台中市卫生局环保局甲区公所人员，在5早起10点半左右，伫大道区樱花街万兴宫一带进行填高地喷药作业时，无细里惊动一个蜂收，蜂群拼出来攻击，有5个人互定着，一个人出现过敏反应。 另外一个同事就说，他觉得他背部里面好像有东西，他之后才把那个蜜蜂捞出来。台中市府表示，当地当因为天高节经过移植检验阳性通报，进行户外化学防治。受伤的人包括1名区公所、3名卫生所、甲2名清洁队人员。因随后去附近大道消防分队求助，由救护车送医治疗。大概都是肢体啦，都有被风蛰的一些的症状。那我们有询问他们有没有呼吸道的问题，因为我们比较怕是有 过敏性休克的症状，但是目前都没，但是当时都没有。经紧急叫救护车送往同综合医院就医治疗，并施打抗过敏及消炎针后，人员已办理出院回家休养中。高车动作法病院表示，2名受伤的人到院拢意识清楚，多数是头手封定着。经过检查治疗了后，陆续出院。空地现场已经由封锁线，蜂收后手会由农业局委托保风猎抓枪箱刷走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